讲到这位前台北市长郭文哲，伊牵涉到经华城案件，还有政治献金案，检方呢是依照道理违背执据受人诬陷、公益侵占、背信罪，总共4罪来甲起诉，求刑28年半。在今下晡2点半的时阵呢，这一审宣判郭文哲合并执行17年，褫夺公权6年。来到现场听判决的郭文哲，面是水落落来。主席会不会担心不能选2028？米娜笑笑出现，将台北市长郭文哲，互人起诉的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，经过法院审理1年外，日来宣判，照贪污的违背职务受贿罪、刑法的公益侵占甲共同犯背信罪，一审重判17年徒刑，褫夺公权6年。庭上听判的郭文哲，伫知影判决结果了后，表情变正沉重。对判决有信心吗？看查某囝的手，做伙行入法院。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共款，互人照贪污的违背职务受贿等罪，判15年6个月。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甲北捷前董事长李文忠是各判10年加4年6个月徒刑。专案4个关键被告一审拢有罪。柯文哲于109年3月24至26收受沈庆京以微金集团内之7人以捐款政治现金名义交付210万元，被诉收贿1500万元部分，应除柯文哲于 Excel 档案中记载的内容以外，并无其他补强证据可以佐证，不能认定他有此部分的犯罪事实。郭文哲互人判有罪是合议庭认定伊为了得到财团正好的实力支持，拿收乌色钱，互金华城公司违法得到20%的用值奖励，佮以无可公司的名义侵占6000多万的政治现金，而且佮甲827万外的账目基金会公款刷去使用，支付经办员工的薪水。沈庆京为打造其政商实力，长期行贿应小薇议员，对北市府相关承办人员施压。身为民意代表，依法监督台北市的市政，据其贪图利益，为其掌控之公益性的团体收受贿赂，且其以领现、缴纳信用卡费等方式制造断点。同款判同罪应晓薇伫判决理由讲到，身为议员前后收乌色钱5250万，透过真侪个质询约见，一直讨资料，压迫基层公务人员，要求通过金华城用职案件，甚至真侪个制造金流断点，增加追查犯罪困难。那希望说最后是无罪吗？伫一审宣判了后，强制处分庭随召开，经合议庭评议了后，裁定李文忠维持2000万交保，不过会当拆除电子卡条。郭文哲是维持7000万交保，也加可控设备。那是原本3500万加1.8亿交保的应晓薇加沈庆京，是搁互人要求搁加保3000万。记者采访报道。